镜头转来到国内，花莲消防局接到通报，讲有人去爬山，伫北通关古道跋倒着伤，希望空勤直升机救援。不过直升机去现场，却发现民众点浓烟，无甲火拍花。消防局是呼吁民众等待救援，要有正确的观念，因为直升机伤瓦会透风，一个无细致，火就会规个倒起来，造成火烧山。这个登山意外发生伫1月31日，有7个人的登山队伍为花莲南安去爬山，其中一个查某人伫北通关古道跋倒着伤，消防局联络空勤总队支援，找伊才去8点半，吊挂去德行运动场，了后转送主治病院。一名队员因为摔伤造成一处撕裂伤及身体有多处擦伤等等，立刻集结搜救人员、本局及协同机关总共7位，并同时联系空勤总队支援。特地关注的是救援的过程当中，这爬山的人伫山区用烧浓烟的方式来通知因的位置，不过却无伫直升机晚近的时阵甲火拍互花。直升机的驾驶因为烦恼空压，火若乌白飞会造成森林火灾，所以飞行机伫空中有等一困啊。如果今天你能够目视到空勤直升机接近了，代表说他已经知道你的位置，那这个狼烟就应该尽速熄灭，避免引发森林火警或其他更大的危害。有登山向导私底下表示，英国伫西部都无发生过因为烧浓烟救援引起的火灾。台救者应该爱用反光的物件向空中烧，或者是用一寡有色水的布棚来增加辨识度。若果不离中，就爱烧浓烟，直升机划过的时阵，就爱甲火拍花，而且程度地面的障碍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